把钉子放在即将要出发的汽车轮胎前，然后一路尾随，等待最佳的时机。很快，对方发现轮胎被扎停在路边更换，而安迪却趁此机会准备偷走他们后备箱里的箱子。不过，其中一人突然走回来查看，情急中安迪只能躲进对方的后备箱。其实这个装满现金的箱子是安迪的舅舅暗中勾结革命军的首脑，害死自己父亲的重要证物。也就在不久前，安迪偶然拿到母亲的箱子，经过一番检查后，发现里面除了钱以外，根本就没看到证物的影子。但随后他听到了撬锁的声音，于是他顾不上拿走箱子，直接躲进洗手间逃过一劫，因此才有了开头安迪钻进后备箱的不请自来。结果反倒提高了劫匪的工作效率。与此同时，安迪的母亲找到了弟弟，而如今的弟弟不仅接手了父亲的生意，甚至摇身一变还成了竞选总统的最佳候选人。虽然姐弟多年不见再次重逢，但明显还是能看出他们彼此的忌惮。劳拉直奔主题，让弟弟还他女儿。弟弟为避免嫌疑，连忙说昨晚安迪就已经离开了。之后弟弟暗示劳拉交出当年拿走的东西，可就连劳拉自己也不知道那箱钱就是重要的证物。镜头一转，安迪觉得汽车停止了前行，他仿佛听到2名劫匪下车在和人交谈。安迪趁此机会小心翼翼地拿着箱子准备逃走，可下一秒惊人的一幕发生了。于是他就近躲到汽车的底部，他不知道是幕后之人的杀人灭口，还是有第三方黑暗势力的存在。此时安迪就渴望对方没发现他，赶紧离开。最后神秘人翻了半天没有找到箱子，无奈的离开现场。逃离危险的安迪这才敢接起母亲打来的电话。两人见面后，安迪询问母亲是不是尼克才是自己的亲爹。母亲的沉默让安迪知道了答案，其实尼克也就是潜逃多年的反叛军首脑。当年安迪外公的死，他也是策划者之一。吃完饭，安迪看到母亲去了洗手间，他便理所应当的去买单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母亲金蝉脱壳从洗手间的窗户溜走了。劳拉不想让女儿陷入的太深，她选择拿着证物箱子去与昔日的情人尼克同归于尽，彻底和当年自己犯的错做个了断。其实安迪不知道的是，母亲已经身患绝症，时日不多。